色列甲哈马斯开始休战，咱台湾暗时10点左右，哈马斯放头一批人质13个人，拢是俘虏甲囡仔。尼泊尔顶礼拜以迫害社会和谐做理由，全面禁止中国 TikTok， 真侪网络名人失去收入，行街头抗议。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节目头起先来关心以下冲突上新的进展。以色列甲哈马斯对当地仪式透早7点开始休战4天。哈马斯伫咱台湾时间暗时10点左右放出头一批人质13个人，拢是俘虏甲囡仔。以色列迄边嘛陆续放一寡巴勒斯坦犯人，是由国际红十字会做中人交接人质。也若是物资的部分，哈马斯是讲根据协议，一天会有大概200架卡车送物资入去。自阵加沙是有民众趁休战往北转去家园，不过这恐惊是真危险的，因为以色列的国防部是强调讲战争也未结束，放掉等休战过，上无要阁战2个月。救护车甲载满物资的卡车伫拉法关口头前排队伫等待，经由卡达、埃及抑个美国协商，以色列甲哈马斯同意停火4天，互50名和哈马斯绑架以色列俘虏甲囡仔等去释放，并且运准每天运送至少200台卡车物资甲燃料入去加沙。尽管比原定的日程慢1天，头一批13名人质会伫当地时间24下晡4点被释放，直接被送往病院去检查。同时，以色列方面也答应会释放150名巴勒斯坦犯人，做到多数是俘虏加青少年。不过，一直到停火协议启动迄个时阵，加沙走廊依然听得到一寡轰炸声音，持续大约15分钟。也伫休战进前的拜四暗时，南部城市汉尤尼斯搁在传出以色列军队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不过，这无影响真侪难民准备要返来北部。尽管以色列一再警告战争也未结束，这人依然是趁停火，归家来离开汉尤尼斯。当地即阵有几800万人伫遐，又欠缺清气的饮用水甲基本的物资，领导状况是愈来愈歹。بدأت يعني تصل إلينا تقارير بانتشار بعض الأمراض بين النازحين. على سبيل المثال يعني أمراض الالتهابات الرئوية تقريبا فوق70,000。另外一方面，加沙司法病院的民发现哈马斯的地道，以色列方面认定就是哈马斯的指挥中心。院长拜时和以色列掠起审问。另外，以色列也伫加沙北部的加巴利亚地区发现放武器甲制造武器的设施、飞弹发射站，也个藏伫清真寺内部的地道。נכנסנו לתוך העיירה ואיתרנו פירים ליד מסגד, פירים מאוד מאוד גדולים, שברור שנעשה בהם פעילות של טרור מתוך המסגדים ומתוך השטח האורבני. 以下冲突已经49天，全球掀起支持巴勒斯坦也是支持以色列的声音。卡达正做击败参与协商的主要国家，该国外交部长就烦恼，以下冲突可能造成整个世代互相受分，加互相看做未来目标。后面国家领袖是到约旦河西岸，甲巴勒斯坦驻地政府主席阿巴斯会面，希望以巴重新启动和平谈判。公视新闻杨安编译。北韩这几年直直试射飞弹起事，所以讲南韩就放掉要暂停2018年签的和2国关系等好的919军事协议。想袂到这北韩是无咧甲信岛随射军事卫星，所以讲南韩早就宣布暂停协议，结果北韩态度搁较硬，无咧讲暂停的直接退出。根据韩国媒体引述军方消息，到底北韩宣布发射军用侦察卫星成功进入轨道的同一天，驻防伫白领岛的海军陆战队在那里进行3天的实弹演习。白领岛伫仁川西北193公里，是韩国所有外岛内底上靠近北韩领土的前线阵地。除了军事演习，韩国也伫北韩2日发射卫星了后无偌久，宣布暂停实施2018年9月19由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加当时的韩国总统文在寅签署的919军事协议。919 군사 합의 일부 효력 정지는 우리 국민의 생명과 안전을 지키기 위한 필수 조치입니다. 북한이 도발에 대한 상응한 조치이고 최소한의 방어적 조치입니다.
2018年两韩伫5月板门店高峰会，也甲刷来进行的军事会谈了后，9月中由当时的总统文在寅访问平壤，正式签署降低边界紧张的军事协议。尾啊，双方部队撤离非军事区的公哨，搁拆除地雷。年底甚至有南北军事代表进入对方的领土。不过因为韩国由保守派的尹锡悦当选总统，即个甲美日军事合作，所以北韩又搁一直挥动啊气象，朝鲜半岛局势又搁紧张。另外，针对韩国的延世大学天文千里镜有翕到，北韩卫星升空了后，头一节火箭落来时阵爆炸。路透社引述延世大学天文学者的话讲，可能是为了防止火箭的残骸去予美日国家回收研究，唔再伫空中就甲崩掉。公司新闻起家人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南韩高等法院今日判日本爱赔慰安妇的受害者，日本认为这个判决是违反国际法。韩国朝鲜日报报道，记者对美国飞南韩的飞机，半中途竟然有一个南韩的查某人小想要开飞机门，调查内发现伊是有食毒品病毒，随甲掠起来。英国《Times》报道，美国演艺界性情风波，摇滚乐团情和玫瑰的主唱。有奥斯卡影帝杰米·福克斯拢牵涉性骚扰，去告纽约的法院起诉。稍瑞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纽约的梅西百货跟文济大游行遭闹个滚滚。不过，却是有一阵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者冲入游行的队伍，造成现场乱糟糟。上尾是华盛顿邮报，中国最近感染肺炎的囡仔一直增加。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发函，要求中国政府爱提供更加详细疫情资料。观众朋友应该有感受到今日天气又搁反冷啊！这地理位置比咱搁较北边的法国巴黎就搁较寒。今麦暗时是敢若0度左右。不过，慈善团体最近就发现讲，巴黎的难民囡仔愈来愈多。伫咧这么寒的天气之下，一暝可能有2800外囡仔困伫咧路边。伫即个简单的布棚内底，听到幼囡仔咧哭的声，伊直甲因阿母告，一直到因阿母饲伊食罐头副食品，伊才安静落来。巴黎这间学校外口组织一阵为像个海花来的有路无厝的难民，因内底有袂少人带细汉囡仔伫咧街路流浪，即马寒人都要到啊，因敢若会当住伫咧即个玻璃式的布棚内底。J'ai dit nous sommes au dehors avec des enfants, on n'a pas, en fait être sans abri avec l'enfant c'est pas évident. Vraiment, c'est du tout compliqué, c'est très dur, c'est pas facile. Ça fait au moins 7 mois que je suis en France, en Paris ici même. Ouais, bon, ma femme est enceinte, donc dans 7 mois on dort dehors. Bon, on appelle 115 souvent même. Bon, c'est une seule nuit souvent 115 nous donne. Tu vois, souvent tu appelles même à 6h, 7h et il dit il n'y a pas de place. 慈善团体发现讲，巴黎政府虽然有设紧急救援机制。不过最近难民敲求助的电话，拢防以收容设备已经满啊为理由来拒绝。结果伫街路流浪的囡仔是日头增加。估计伫法国，一暗都有2800外幼囡仔，食袂饱穿袂少，其中3岁以下的都有700人，比1年前增加超过4成。Oui, on n'a jamais, depuis qu'on mesure ça, on n'a jamais eu un chiffre aussi important que 2800 enfants. En fait, il y a quelques années, quand des enfants avaient des parents qui appelaient le 115, il n'y avait pas forcément une réponse tout de suite, mais il y avait une réponse assez rapidement. 慈善团体烦恼讲，12月份临海低温就要来啊，这弱势的囡仔面临困境的问题会愈来愈严重。为了甲因斗相共，部分学校的家长真热心发起捐物资的活动，包括长领衫、药珠啊、甲食品拢有人捐。11月20国际儿童人权日这一天，不少巴黎民众组织做伙，呼吁政府提供相关补助的经费，增设收容所，或者有路无厝的囡仔会当得到较好的照顾。公司新闻，张慧敏朋友。现在英国家友嘛是愈来愈多，政府惊因会引起卫生甲犯罪问题，所以讲内政大臣就宣布禁止家友大爆棚。不过，这款做法等于是甲人逼甲走投无路，引起各界反弹。伫全球真侪大城市，有一寡人因为经济是环境等因素变做游民，所以衍生出袂少社会问题。英国内政大臣最近就宣布要禁止游民使用布棚来杜绝垃圾、食毒甲其他犯罪。内政大臣布洛弗曼进前伫 X 发文表示，英国永远会支持迄寡真正有路无厝的人，也毋过无法度允准大陆互规排的布棚占满。真侪游民来自国外，将住伫大陆上当作一种生活方
熟选择，这种的讲法引起真侪不满。 If it was so getting much our lifestyle choice, we wouldn't be sitting here. Trust me, we're sitting in at least one place. At least in a tent where like people can't stand over us and look at us and spit on us and yeah, a bit of privacy. 同款是保守党的国会议员埃尔菲克，就伫 X 呛声，表示伊真侪年帮助英国各地真侪游民，从来捌听过跳到步旁是解决问题方法。 It's just a vicious circle. If you don't have an address, you can't get a job. If you can't get a job, you can't pay for anything. So, I didn't choose to be like this. 这几年，英国困伫大陆的人愈来愈侪。根据官方统计，2022年英格兰地区每10万人就有5.4人以大陆为家。秋季一暗有大约3069人困伫大陆上，甲前一年比增加26%。另外一半的人集中伫伦敦甲英格兰东南部地区。英国伫1824年制定流浪法，将困伫大陆看作犯罪。那1918年制定的国家救助法，也无将游民看作是需要救助对象。 真侪倡议团体都认为流浪法有必要废除。公司新闻两岸编译。爱尔兰的首都昨暝是有一个查甫人伫咧国校仔门口举刀啊乌白堵，造成5个人受伤。这件代志发生了后，竟然是有人乌白放风声，讲这个嫌犯是一个移民。真侪反移民的人都去互关起，伫咧街头举代志。 伫都柏林市中心的商业区，23暗正无平静，不明大声发着反移民的口号，放火烧警车甲巴士。饭店甲麦当劳素食店的窗仔门被人攻破，也有人趁机会入去店内抢劫，并且对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弹石头甲炮啊。警方派400位警力，到半暝才慢慢恢复平静。警察首长甲司法部长对规件骚乱正重视，拢亲自到现场指挥。 伫不当发生进前几点钟，市中心帕内尔广场边仔一间小学，传出有一位差不多40岁歹徒举刀杀人的意外，造成3个5到6岁甲2个大人受伤。网络甲社群媒体由不法分子借机会闹事，乱讲歹徒的身份，作下这款无正确的资讯，散布反移民信息。 But at this time, An Garda Síochána is satisfied from our inquiries that there is no terror-related activity or related to any wider aspects in relation to this matter. It would appear to be a standalone attack, and we need to determine the reasons behind that. 司法部长麦肯蒂接受媒体访问时阵讲，规件骚乱甲移民无关系，也甲伫咧边接受治疗的囡仔无关系，就是一阵犯罪分子不明借着不幸的攻击案件冒出家己的利益。警政首长哈里斯讲，伫街头发生的这款疯狂落马的行为，背后有极有意识形态伫咧斗相共使人。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嫌犯也是外来移民，是已经住20几冬的爱尔兰公民。另外，嫌犯伫咧校门口杀人的时阵，一位8岁一名外送员看到5岁查某囡仔被抬，就随落车提帽啊攻击歹徒，甲歹徒拍倒伫咧涂骹。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尼泊尔顶礼拜以迫害社会和谐做理由，全面禁止中国的抖音 TikTok。 真侪靠 TikTok 卖物件招客西网络名人，是一声就失去所有的收入，所以就有真侪民众行街头抗议。除了尼泊尔，在印度的态度嘛真硬，因拢是全面落架。印度是认为 TikTok 危害到因的国家安全。也若是巴基斯坦甲阿富汗，因是指控内容违反伊斯兰的教义，立即甲因封锁。 也若是印尼这边是禁止一个 TikTok 顶悬卖物件，惊讲这下价销竞争会打压到本土店家。上尾看咱台湾是甲日本佮欧美同款，政府机关的设备袂当掠 TikTok 的软体，避免咱国家的资料会泄露出去。 曼兰达伫厨房一面料理手路菜，一面用手机翕规个过程。伊是尼泊尔不加出名的料理网络名人，伫 TikTok 甲 IG 顶悬拢有专属频道甲网页，专门甲餐厅、旅馆以及相关品牌合作，每个月有$1500的收入。佮请一个摄影师，也甲负责甲人客交涉的经理。啊，毋过这个月13，尼泊尔政府以破坏社会和谐理由，宣布禁用抖音，互伊的网络事业受到打击。 अब मेरो बिजनेस त पुरै हाफ भयो नि त होइन सबै इन्स्टाग्राम र टिकटक सोचेर मैले त्यहाँबाट आउने इन्कम सोचेर मैले इन्भेस्ट गरेर स्केल अप गरेको हो अनि मैले त्यही अनुसार 1 महिना अगाडिदेखि नै क्लायन्टहरूलाई चाहिँ यो प्रमिस गरिसकेको हुन्छु कि यो टाइममा चाहिँ तपाईँहरूको पोस्ट आउँछ यहाँ पोस्ट हुन्छ भनेर जुन सबै नै डामाडोल भयो क्या अब
अब क्लाइन्टलाई के एन्सर दिने不完这项禁令少年人这礼拜汽车经上街头抗议，也有人提起违反言论自由的诉讼。尼泊尔最高法院已经下令有关单位伫12月7号前，要用书面说明禁用的理由。根据统计，尼泊尔的抖音用户有220万人，是一寡人发挥创造力加推广理念的平台，也是维持生活重要的窗口。不过政府讲，过去4年，当地发生1600多件网络犯罪案件，大部分甲TikTok有关，所以决定全面禁止使用。抖音是中国科技公司日日跳动所属的影音平台，和真侪国家认为有治安疑虑。印度伫2020年已经全面禁用，英美、加拿大这些国家也规定政府机构不准使用 TikTok。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格陵兰是全世界上大地岛，东部有大原住民因纽特人，因主要是掠海豹甲北极熊做食食过日子。不过，即马这地球暖化、海冰扬起，动物无地生存数量是一直在减少。加上环境污染，动物食到污染的物件，这因纽特人佮甲因掠来食，就变做一种恶性的循环。格陵兰东部的斯克斯比松是一个极远的入口，有正美丽的极地海景。受到暖化影响，今年7月从有史以来上悬温的纪录，冰山氧化的速度比其他地区近几落倍。伫冰川的面积愈来愈小，当地居民的生活饮用水可能会受影响愈来愈少。Making water is maybe a problem in the future because of lake where we get the water from for the whole city. In the back in the fields, it's laying around beyond the water glacier, but it's melting. So maybe in a few years it's gone. 住伫咧当地因纽特人，因世代拢是拍打卫星，自海拔北极熊到独角海岸，拢是因的粮食。因为所在偏僻，天气过冷，斯克斯比松的火云船一年才入港一遍，无法度及时供应物资，所以拢是靠野生动物提供居民的两倍质加其他营养素的来源。Because we cannot get it from the main store here, we cannot get it from the pigs, we cannot from cows, chicken. It's important we get it from the animals we hunt here locally. 斯克斯比松的居民也阁面临着更加严重的挑战，人类甲无经过处理的废弃物排海，食着污染物的生物，要也阁互因纽特人食的巴肚内。丹麦奥胡斯大学研究，92派斯克斯比松的居民，血液内面的全氟加多氟烷基物质 PFAS 的浓度，高过后面的安全健康值，增加着癌的风险。PFAS 一般是用在物品表面的涂层，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环境，正热生物链无容易分解，互人叫做永久的化学物质。然而，住伫遮的居民因为环境的限制，对食物的选择无啥多。Still the same meals we make. We haven't changed anything because this is what we grew up, and this is what we are used to. People from the world have a need to show some respect for the hunters. 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观察头海翁是特别长种啊！一个对面而且海蟹也有珍贵的200多只。一颗内的浮游生物是靠食海翁的排泄物，所以讲生碳甲真紧。大量的浮游生物佮吸收二氧化碳，就进一步帮助咱人类对抗气候变迁。为着保护这条生态链，对面人家是宣布成立全世界头一个观察头海翁的保护区。观察头海翁有世界上大大脑，上长有15公尺。科学家估计，观察头海翁大脑一个空隙，可能含有1000公升的海洋脑油。过去种海翁互杀死，就是因为人类要爱伊的脑油。掠海翁无化兴起进程，大约200万只观察头海翁伫海内底，种敢剩80万只。多名人家只有大约250只。为了保护伊无受人为干扰，宣布建立世界头一个海洋保护区，开创全球的先例。The sperm whale reserve will be over 900 square kilometers, a bit larger than the size of the island. 观察头海翁是地球上大动物之一，因会使参到海面的650公尺到1000公尺的深度，食深海流鱼，才浮出来喘气休困较排便。科学家讲，因的大便真营养，留伫海洋表面，会互浮游生物大量碳死，也若浮游生物会互大气内底二氧化碳。
死去了后，碳敢像雨上款落入去海底，甲计出碳放存到海底，帮助人类应付气候变化。也毋过，观察头海岸常常互船弄着，互鱼龟电掉咧，也佫受农业污染水影响，破坏生存的环境，生存威胁愈来愈大。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甲观察头海岸热水，真诶造成危急的物种。美国该热水濒临危急物种。多米尼加观察头海岸排便的数量可能比其他所在海岸更较多。科学家认为，因这物件也是一般海岸的2倍。估计多米尼加海峡附近观察头海岸的大便，每年会使吸收4200吨的碳，相当73平方公里森林一年的固碳量。And so in many ways, that whale pump of eating in the deep and pooping at the surface drives carbon sequestration, and they're fighting climate change on our behalf. 海洋保护区位伫多米尼加的西边，伫规定的范围内底禁止商业掠鱼，干那温存自给性掠鱼。也会规划海岸观光，将来游客会使甲观察头海岸斗阵游水，也是坐船来看海岸。多米尼加政府讲，也会划定一条国际航线，防止大型的货船入去伊的生活水域。科学家讲，这项保护行动毋但倡导海洋保护，也解决气候变迁，保护生物多样性，并且促进经济永续成长。国际新闻深度配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